好，咱今仔日要对24页吼，第8章才开始看起吼。好，来，咱来看吼，生笑变做真实吼。第8章的标题是生笑变做真实吼。生笑是台语的一个专有词啦吼。这是有人入来，我看袂到遐。恁有听到我的声啦吼？应该有。我看麦克你叮当就是有。但是有人入来，我敢若看袂到，好不管。对，我甲恁设做主持人吼，互恁去处理，互恁去安排。Make a moderator. OK. 好，来讲生笑嘛吼，生笑是一个台语的特有的一个 specific term 啦吼。讲生笑吼是 joke 吼，会使做动词吼，本身嘛是会使做动词吼。这毋是咧生笑的呢吼。来，生 S-A-N-S-N-G 第二，笑 C-H-I-O 笑第三条。伊敢若鬼说戏笑吼，汉字是写做戏笑，就是生笑啦吼。鬼说就是玩笑吼。漳州腔叫做酸笑吼，这毋是宜兰人可能安尼讲吼，酸笑吼，耍。较重要是即个耍字啦吼，笑就是 laugh smile 吼，咱来看耍字吼。耍有两个意思吼，两个是汉字啦，一个是拍耍吼，耍是去耍吼，咱毋是要看迄个，咱来看另外一个。耍，台语大字典甲即字就写汉字就写做游戏迄个戏吼，戏出迄个戏吼。伊讲语言应该甲拍耍迄个耍是相共。OK。所以咧，生笑就是有拍耍即个耍的意思来。我来查一个啊，先对简字典开始好来。SNG 第2条，讲啊，但是简字典看袂出来吼，简字典无安尼的意思吼。耍伊即个拍耍的耍和生笑的耍是分开的吼，汉字嘛无共吼。生笑就是讲笑吼，囡仔在耍吼。耍钱吼，拍耍的耍是耍软，四过耍软，四过耍软吼。拍耍，真拍耍，耍实，耍长吼，耍身吼，耍身就是对身体有伤害吼。耍长呢，耍长就是浪费吼。看书店来查一下耍长吼，耍长 TNG 第7条吼。耍长台语大字典的规则是家禽损害残垣的作物吼，叫耍长吼。我讲浪费，其实是即只啦吼，即只意思较精准啦吼，就是甲物件损害去吼。第二个是囡仔甲器具等等创歹去吼，叫做耍长吼。浪费是 waste， 你若讲对英语的即个角度来看吼，但是耍长是较像讲 destroy 吼，你甲好物件你甲用歹去安尼，叫做耍长吼，莫耍长人的物件吼，就是安尼。
好，所以无看起来，这个算和迄个拍算的算应该无关系。为什么台里大书店安尼收呢？好，我来查一个空气字典吼，之类的字典，看这两字是毋是有缘相像。我用汉典来测。我先找生孩这个算哈，来国语词典哈，国语词典是一本 specific dictionary 哈，可是国语词典哦，毋是迄个 Mandarin 的。减少哦，又减少失、丧失、伤害、毁坏吼，贬义啦吼，欠特吼，这拢是算，并无迄个省笑迄个算的意思啊。好，另外看。说文解字无，说字字源字形无，空虚字典，音我就袂讲哈，减说文是讲减，如果是挂名。凶呀，这是贬义这个贬我不要读，失呀哈，贬义这个贬不要读啊。读做变哈，损坏哈，损坏对落哈，极度减少哈，嫌昧褒贬。逼变哈，逼变哈，褒贬逼变，褒贬被贬哈，变啊，对家代理大书店家哈，毋是我汉店家哈，讲是算是伤呀、变呀、失呀哈，伤变失拢是算，无算着迄个算的迄个意思。刷呢？玩刷的刷哈，因为我看简字典，这毋是简字典用的汉字啦，是咱平常时较惯习的生笑算的写即个玩刷的刷哈。好，即字伫课咱算看空气字典好哈，空气字典就写讲，即字呢是读做读音我讲哈，刷的切哈，就是刷哈。刷 A 还是刷下刷啊刷，应该刷下切吼，尖刷准利啊，细呀，细刷迄个细啦吼。简字典即个刷哩有煞有刷音，伊就偏啊无，伊就无收算啦吼。但是有收煞，有鬼就是水，所以嘛无，所以即个汉字实际上嘛是拢乌白照啦吼，借用摕即个字，摕即个迄个字来用吼，即个算笑的算。我哪伫讲查台语大书店的算笑的算呢？读做嘛是读做耍吼，佚佗就是耍，四界行耍，耍甲耍吼。
好，来，转来小说家啦吼，生笑变做真实吼。我咧想过，我若要用算，应该无别项通词啊。好，继续看啦吼。老大家透早透暗，就烧香点火，伫佛的面前停茶拜糕仔包吼。糕仔包是啥物件？糕仔我知，包仔我嘛知，毋知啥物糕仔包吼。好，即段意思敢有啥物爱解释？透早透暗吼，一天到晚，哈，就华语安尼讲吼。透早透暗吼，老大家透早透暗就烧香点火，伫佛的面前停茶拜糕仔包。足骨力拜吼，看会出来吼。安尼早也拜，暗也拜吼啊，你也拜，暝也拜吼，烧香点火吼，啊，停茶拜糕仔包吼，动作啊，时间拢伫即段内底表现出来吼。即早起，老大家叫志勤。啊，歹势是一早起吼，一早起老大家叫志勤吼。即个一早起吼，即敢若差别伫迄个调号的飘音的迄个调号吼，一徛甲是一点安尼尔吼，所以有时也无注意着吼。但是一读过你就知影，我安读毋对了吼。你像伫这遮一看着哦，一早起吼。老大家叫志勤，吼，这应该是较合理的讲法吼。某一天会早起吼，老大家叫志勤，叫啥呢？咱来看吼。哦，遮长着哦。无咱先来读者，再来解说啦吼。来，译文，若方便啦吼。我看恁大家敢若麦克拢无开。译文吼，来，生笑变做真实。生笑变做真实。咱个读了吼。老大家透早透暗就烧香点火，伫佛的面前停茶拜糕仔包。老大家透早透暗就烧香点火，伫佛的面前天茶拜糕仔包，糕仔包。伊是写糕仔包啦吼。糕仔包。好来，芭比毋知方便无？若无方便袂要紧吼，我知你无用。来，马文，若方便啦。生笑变做真实，老大家透早透暗就烧香点火，伫佛的面前停茶拜糕仔包。迄个糕仔我的理解就是有可能白色的，有可能是米色的，看用的啥物材料，就是大大的。啊，伫中华鹿港，或者是阮细汉的时，一般来拜糕仔，大概拢是过年的时间才会拜糕仔，而且是敢有逐工，阮阿嬷伫的时阵，我无啥物印象，因为可能迄阵伤细汉啊，无即种。因为我尾仔较知影，就是糕仔原则上是初9、15迄段过年的时间，才会去拜糕仔。啊，迄糕仔我会记有白色，阁有米色的。是。啊，当然伫鹿港迄种糕仔有可能阁较侪种。啊，现主是讲的糕仔包，青蛙教授嘛无特别解说讲迄是啥，就照伊的音去转写做汉字糕仔包。啊，我的理解。细汉结果就是一块一块有迄敢若玻璃纸，佫毋是算，毋是迄种塑胶迄种的啊，就是迄
迄种玻璃纸是摸落到地安尼尖尖足吵的迄种声音嘛呢，啊，就甲或者我会记，就是尾啊，反正我所在就感觉叫做玻璃纸啦。反正嘛是要保持，莫讲，可比讲你若无包，有当阵狗遐雨神会去装，还是安怎嘛？啊，所以包起来就会使藏伫遐藏较久。啊，反正拜的即个原则上，以阮有野香的来讲，当然就是早暗3支香啦。啊，当然几支香可能我那在人的啦。反正一般来讲，拜不是3丛，啊，若拜祖先是1丛。啊，不管反正对因来讲，对即个老大家是属于传统信仰的，就是原则上是早暗拜香，啊，伊只是用透早透啊。啊，对遮一开始，这应该是袂使讲做一天到晚，因为一天到晚敢若是对下早啊，连续时间一直到日头落山，实际上无啊，就是下早啊，因迄个概念就是或者因的迄个什么嘿。古早不管是孝经还是地主规内底所讲的，讲什么皇太过往的人袂输，伊敢若佫在生在世，啊早毋拢爱去家请安问好，迄、个烧香拜就是诚做即个请安问好的动作，啊敬茶啊拜即个糕仔包，伊就听茶嘛，我们是讲可能敬茶，啊糕仔包就是我哋家当做在生就对，互伊食有啉就对啊啦，大概是即个意思安尼，以上。感谢马文吼，我对啊，今仔犯了一个错，一天到晚是一直啊吼 ，always 吼，一直伫做安尼。啊，但是伊这只毋是，伊这表达是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， 就是逐工诶、逐暗诶安尼吼，透早透暗是这个意思吼。好。另外糕仔包呢，我即马去 Google 才知影讲，原来即种物件就是叫做糕仔包。因为当然我知影，拄则马文所讲，迄我所知影糕仔就是迄啦。但是我自细汉敢若讲糕仔，我毋捌听人讲糕仔包，所以我毋知影讲原来这有人是安尼叫做糕仔包安尼啦吼。就是拄则马文讲迄初15啊，你若无即马咧看我写即人搭伫迄个，这是雅虎新闻顶头吼，这个叫做糕仔包啊。平安糕啊，吼，讲过去大家拢讲是红糕仔包，吼，红糕仔包。好 ，OK， 好，这是糕仔包哦 ，OK， 今仔日才学着啦，吼。好，来转来遮。啊，但是拄仔马文讲的对吼，我嘛是其实嘛是过年早看到人咧拜糕仔包，我平常时其实无敢若无印象讲人咧拜糕仔包吼。好来。来叫志勤讲啥呢？讲芹干哦，叫芹干吼。红架顶遐个茶，甲伊拼起来哦，免得互茶干得等吼。OK， 芹干。红架顶遐个茶吼，红架顶红架，我咧摇是毋是就是迄种红色的新名刀，叫做红架啦吼。我查一下吼 ，ANG 第5条，红架第3条 ，ANG 第5条架。第3条，我无即个词哦。红架第5条、第3条对啊，无即个词。做台语敢有？拢无呢。好，安尼咱来摇一下哈。红架道啦，就是讲微微啊悬悬的强道安尼。吼啊，当然一般拢讲新道啦，因为
可能阮兜嘛是啊，就是差不多笑半深啊，长差不多7-8尺，啊顶悬就是有菜神吼，可能阮是拜观音嘛，啊然后祖先的牌位安尼，他就讲叫做神家道，阮拢讲神道啦，啊当然张龙教授是修一个红家道。啊，伊遮是红价，原则上我的理解就是，强在就是遐个物件，也是迄种属于迄边仔讲，迄根本袂使算家具哩，伊毋是咱人咧坐的啊，红价就红价啊。为什么我看袂到红色的呢？竟然我即满。一般是深红色啦吼，低光红啦，有是较光的红啦吼，就是新民道吼。打迄种擦，就是深色的。伊可能会使讲做低光色。咱咧讲的低光色，原则上是红色的，只是迄种红色毋是。笑红还是青笑红，伊就是足深的迄种，就是低光。咱讲低光，啊，过即摆人就是，就拢毋捌看过，你甲伊讲低光，伊就毋知影，所以都拢变红色安尼。啊，伫即搭遮，牧师所写的字，甲清华教授改写过，伊拢甲伊写 ANG 第5条，啊，毋过张宏教授伊是修第1条。伊当做是迄个做啥？红啊，迄个红，就是茶刻迄个红，拄啊迄个啥？大川伊是有咧刻布地迄红啊嘛，所以就是等于是布地迄红，迄个红字，张宏教授修的红价就是即个第1条的红，啊，目前小说顶悬是第5条的红，啊，当然红第5条读落去就是看安怎变调安尼嘛，有精差安尼。以上。OK， 你有看到图吼？即只较悬的、长的吼，即只顶头刻采即个茶红啊，采即个神五常的啦吼。即只就是我所认为的红价顶啦吼。啊红伫遮即个题目书伊写红哩，是因为我哩又是因为本身即个色是红啦吼。啊，迄个昆华老师写。红吼是应该是用这个茶红啊吼，刻伫遮，即个放红啊的所在啦吼，叫做红架啦吼。啊，所以可能是要讲是红色的架，还是讲这是放即个神红啊即个架吼？看你要安怎讲吼，所以应该是拢会使啦吼。看你要讲红架还是红架吼，还是要变调要安怎变啊？第5七红架顶吼，拢会使吼。这是就是咱。其实咱每一个人拢爱有迄个做事的能力嘛，做一个新事的能力嘛。你看到一个物件，你无必要讲一定讲我去字典书店安怎写，我才安怎讲。你爱本身爱有迄个对新的，不管是新的迄个无形的物件哈，新的 idea、新的即个物件、新的概念，还是新的事。咱讲事物啦吼，就是新的物件，还是新的事吼，新的代志，拢有迄个做事的能力嘛。所以，不管是红架顶吼，就是讲你看了这物件，你本身你要安怎做这个事啦吼，会当对遮学起来啦吼。我意思讲对这个事，你会当学讲我要安怎做一个新事吼。因为是看到了、听到人咧问讲，啊，这台语要安怎讲，迄台语要安怎讲，就是表示讲伊本身伊的台语能力完全失去迄个做新事的能力嘛，伊无法度讲，伊就只有死过问啊，这台语要安怎讲，迄台语要安怎讲安尼。而且是别人讲的，或者是讲字典现得对，伊才认为这是正确的，这是对的，这是会使用的吼。迄家己先画一条线伫头前起来，其实我是无赞成安尼啦吼。好来，
家己要有做事的能力啦吼。红架顶吼，轻官红架顶遐个地吼，所以刻伫咧即个新民道顶的即个红架顶的，因会采一寡地细啊地后啊吼，地杯啊吼，啊填一寡早暗的换新地吼，就是拜神用的嘛吼。讲是红架顶遐个地吼，甲伊拼起来吼，甲拼出来啦吼，甲伊拼起来吼。OK， 拼就是较早捌咱应该一定读过啦吼，拼就是甲倒出来吼，叫拼吼。咱过来复习一下啦吼，拼会当用伫咧啥物所在吼 ？PIANN 第三条。哦，敢若修一个字啦吼。但系你大书顶甲咱修一个字拼吼，伊汉语用迄个青岛迄个青吼，是迄个借即个加借啦吼，借即个意思来规说即个音啦吼，拼有八个意思。第一，甲器具吼倾斜倒物件出来吼；第二是扫除吼整理吼；第三是卖掉；第四是拍卖商品；第五是转嫁吼赖人吼，就是诬赖别人吼赖人吼；第六是拍拼；第七是互相争斗；第八是试看卖，看例句啦吼。第一个甲器具拼，拄则即讲甲地拼出来嘛吼，拼出来吼，伊就是伊即只例句是拼面汤水吼，甲洗脸盆的水倒出来吼，拼面汤水，酒拼系装躯吼，蒸躯啦吼，蒸躯歹势，酒拼系蒸躯吼，酒红招人吼。就是要甲酒红招人，所以伊爱甲酒倒出来嘛吼，拼就会拼蒸躯吼。这是读躯啊句啊，我查一下。躯啦吼，蒸躯吼，蒸躯就是咩啦？稻米的迄个酒吼，叫做蒸躯。蒸是动词啦吼，蒸躯。好来，搁来看来，有啥物例句讲？厝着拼互人，厝着拼互人，意思是啥？就是你爱拼互清气，互人大啦吼。厝着拼互人，这个例句听起来是。我感觉毋是遮尔直接啦吼，就是讲伊的意思感觉有迄个要来讲歧义啦吼，就是可能有无共意思吼，厝拼互人吼。但是你摇应该是迄个拼清气互人大的意思啦吼，好拼清气互人交互别人啦吼。搁来是拼落德啊吼。拼落德啊，什么意思啊？拼落德啊，哦，甲落德啊的物件拼出来啦吼。咱敢若甲厝的物件拼出来啊，清互空互别人嘛吼。所以厝拼互人是有清空的意思吼，毋是整理，毋是整理甲清气吼，是甲内底的物件拼出来吼。厝拼互人吼，所以拼拢有迄个清空的迄个意思伫内底啦吼。当你用即字的时阵吼。拼人的饭碗哦，所以你若用安尼去理解，本来拼人饭碗毋是介理解，毋是介好理解，因为即嘛人较袂安尼讲哈。拼人的饭碗意思就是清空人的饭碗嘛，就是你去动到我的蛋糕嘛，即嘛人就是安尼，就是安尼讲嘛。你拼人的饭碗就是即个意思啊吼。你无互人即碗饭无互人食就对了吼，共拼掉了吼。所以就是动我，千万不要去动别人的蛋糕哦，你不要动到你。别人的蛋糕就是你台语就安尼表达吼，莫去拼人的饭碗吼。其实我今仔日才学着吼，但是吼，你看你伫生活中定定你讲着的话吼，你真正你
你连免现词典，你人甲你讲一遍，你就学起来吼。饼人的饭碗吼，当你会晓安尼用的时阵，应该都袂记啊吼。好，来第二个讲是扫除整理吼，即个整理的咱来看吼，拄则讲饼空吼，饼厝互人是规个饼了，饼甲空吼，甲即嘛整理吼。来，饼得位吼，饼得位，饼得位什么意思？得位就是较早人会踮咧厝四舍种得位嘛吼，或者是不管什么物件，你会种一个得位吼，比如讲圆形的啦、四角形的，不管吼，箍起来用折啊种起来，吼叫得位吼。不管你内底要箍啥物件啦吼。啊，饼得位就是甲迄个得位即个整理一下嘛，莫互规帮直发安尼吼。你可能会小整理一下，甲小甲叫做啥？要安怎讲呢？一个动词我煞袂晓讲，就是要用互人吼，甲加出来，甲剪掉，甲锯掉啦，迄个乌掉安尼啦吼。我煞一时煞袂记个安怎讲，迄个动词煞袂记。迄字就是菜园的菜，你野子的是野伤多，你会夹一寡可能。对，你这马文知影我咧讲啥？是叫做塞哦，塞菜，我袂记啊。塞可能是塞，因为迄字，我嘛即摆想想袂起来，就是其实拄啊，即两个字我嘛才学着即字，啊，迄字就是，原则上伫远的伊就是无爱啊，也毋过迄其实迄发出来迄个圆啊，足尖的，所以有人是专门甲即个收起来了，摕去菜市仔卖。虽讲伊无发甲足大丛的，也毋过圆迄足尖的，颠倒有可能较好食，伊较油嘛。是。所以常常想袂起来迄个，伊就是应该是生晓。毋是生。即个当然我有机会咱问一下阮迄个我讲真迄个朋友吼，自细汉你因兜拢种菜较侪，一定啊你讲即个事，我袂记啊吼。我会当咱来用大理大词典用菜头前刻一下我卡看有法度。来，咱来比看谁找较紧。好，看会当找着的吼。伊就是讲这个字词啊，无迄种诶生啦 ，SING 啦 ，SING 生菜。生菜、生草，SING。OK。即字伫有翻译可能嘛安尼用的款吧。你讲啥物安怎用？就是生菜、生草啊，生菜就是发想捌的遐菜，就甲挽起来啊，你会使摕去卖啊。啊，生草就是草。伊搁咧补的时阵，就甲处理掉啊！对，嘿。迄应该拢针对食物类的款。是。就讲除了生菜、生草，搁有啥物物件会使生？这就对我讲的，咱若有探视的能力，啊，现主是，互咱的迄个例句，也是三不如有本，也是换本，就是生菜、生草安尼，就是生得伤捌，也是伤细丛的，因为。你若毋甘甲伊生掉，啊，颠倒遐较慢发出来的圆啊，伊颠倒会甲遐养分抢掉，颠倒你变成双头无一脑，对无？已经当咧大诶，伊养分去互抢去，啊，只要大诶，伊搁抢袂赢人，就全拢你就无得修行啊。所以生这个动作就是伫种植时阵不了重要，是安尼。生草 ，SING， 生草生菜。大理大词典嘛无收。真诶哦。但是大理大词典可能会收嘛，是会收 SENG 吧？哦，有可能系 SENG 对。我这个是算教育部的迄个评写法。等下吼，我找一个。
我拄则一字一字看无看着，我讲SENGCHHAI 第3条，无收生菜生草呢？看有无 ？CHHAU 草第2条。嘛是即个伤困难。毋知呢，因为我嘛毋捌听过生菜生草啦。当然阮做种植我的烤草的方式吼，是叫做烧草。烧草。嘿，对啊，但是烧草是规个拢规片所有野草咯，全烤掉，全烧掉。但是我拄来讲，迄西草应该是，就是甲用梳吼，就是迄个生梳，迄个梳就是梳理迄个梳，嘿，嘿，对，迄早是我表达的意思吼。种树也是书法。啊，但是我用西草嘛，看无吼，嘛无查着。即个教典敢若有收？我印象中即个教典敢若有收？啊，好，我袂要紧，莫浪费时间好啦。我再来问一下我朋友吼，伊绝对会记啦。我是足罕咧讲即个事吼。好，来继续吼，就是咱拄则是讲变得为啦吼，应该是有迄个意思，就咱敢若甲拄则讲的生菜生草吼，迄种做法吼，变得为吼。过来是变虫仔煲吼。变虫仔煲是整理虫仔煲就对啦。虫仔煲我嘛就罕咧听人安尼讲吼。虫当然是虫仔煲是王仔煲啦吼。变王仔煲，就是甲王仔煲整理好较清气哩吼，莫啊臭化较规个吼。好来，过来是厝内变互伊清气。吼，这项拄则讲厝着变互人。无共意思吼，应该是无共。你看伊就囥伫咧无共位嘛吼。第一个甲第二个意思吼。第一个是讲厝着变互人，第二个是讲厝内变互伊清气吼。伫即只你安尼讲的时阵是讲我整理互伊好势吼。当然你要甲讲你甲厝内物件拢变出来吼，变互伊清气，迄嘛是会当啦。你都看顶个事啦。你若是讲啊，你厝要卖人，你着变互伊清气，嗰种意思就是你若甲物件内底物件拢清掉安尼吼。啊，等于讲你甲恁囡仔交代讲，我下晡无闲，你厝内甲伊变互伊清气吼，绝对是敢若叫你讲整理互清气吼，甲小整理一下吼 ，clean 小可用个清气尔吼，毋是甲厝内加好拢变掉吼。好。变来北来变清气吼，北来变清气。北来要变清气，当然有清空的意思啦吼。所以这个像第二吼，有时伊就规个 mix 做伙啦吼，揽做伙你看。应该是讲伊有本身义甲言行义。张如峰教授就即日来讲，就讲第一个意思就是倾倒变粪扫嘛，去变粪扫啊，对无？就是你迄个粪扫桶内底粪扫甲变掉，所以是变粪扫。是。第二个就是清扫，就变厝内，甲厝内变清气啊，规阿三甲安尼，敢会看口者，紧去变厝内嘛。好，过来伊就是延伸出讲，你除了整理了清气以外，爱阁甲迄个空间甲伊让出来。变一间房间，互人客住。对。有可能人来恁兜做客啊，恁兜原底有即个空间，只是吼，若无人来接做，你着甲顶拢甲蹲嘛。啊，实际上，可要讲啊，嘛才两个人尔，你住甲迄一间厝啊大间，库房、客房，啥物房你甲蹲甲满，啊，即马向有一个啥物人来啊，要来恁兜住会落啊，啊，所以你着甲变啊，所以变一间房间，互人客住，吼，延伸。这算第二层的延伸啊，第三层的延伸是安那？厝互贼仔变甲空，恁兜嘛偌久无人伫咧啊，人已经上好啊，怎冲去恁兜内底甲价值的物件，甚至有诶迄啥，厝骹甲厝头家租厝，厝头家真好势，逐项物件拢帮伊传，结果哪会知迄个厝骹是
变成啊，倒无3工，家己厝内底家具拢甲拼了了，迄就是拼啊。啊，只是迄个拼含头前讲啥物拼粪扫、拼厝内，还是拼一间房间，互人客大无共款啦。啊，伊嘛是属于拼的动作，这是张如洪教授伊修的4个艺术。是啊，孙上佳音的即个日本人，伊修的即个拼字嘛是相款，第一个是共款嘛，就是倒吊，所以讲拼面通水。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去阮阿嬷因兜，也是讲暗时的时阵，你怎讲？囡仔人也是啥无方便去下间啊，去便所去啥，啊，就是像一桶面通水伫房间啊，啊，你洗你迄桶洗过面通水，强在是无清气，已经垃圾啊，就是要甲拼掉啊，所以就是拼面通水啊。哦，啊，过来就是讲拄则讲的，拼人的饭碗，迄是表面上是讲。甲人的食饭碗拢甲清互空掉，所以延伸出来意思是安怎？就是甲人迄个职务甲伊夺取。以现代话来讲，就是挡人财路啦。是。所以伊即个日本人，伊就讲啊，伊讲啊，我袂晓读伊迄个日语迄个解说，伊讲人的饭底碗去互人用空气啊吼。迄个空气的空，我毋知伊汉字要安怎读做日语音后壁是啥物，我白读咯，苏拉基鲁，吼，啊，然后个延伸出讲人的职务去互人夺取去安尼，所以拄仔讲拼人的饭碗，毋是甲表面上当然是甲伊的饭，迄个碗饭摕掉，就害伊无饭食嘛，所以就是甲伊的职务夺取掉安尼。过来就是厝内拼互伊清气，是，就是拄则张如洪教授讲的第2个。只是清扫尔，吼，变好清气。过来就是即个日本人伊个有一个例是，拄则可能咱我袂读到，就是做变互别人，就是可能是伊即个日语的句是讲做的日语，啥物？我白讲啊 ，criminal 吼，迄道理吼，可能迄个人可能是别人意思嘛吼，什么人的呢？卡布塞鲁，可能是安怎讲？嫁祸给别人的款吧，可能是安尼。就讲做拼互别人，所以拼伫即搭遮就是等于是延伸到可能第3层啊。拄则张龙教授迄个第3层，第2层就是拼一间房间互别人，互人去住，迄是第2层嘛。第3层就是厝去互贼仔拼甲空去。哦，这是第3层。啊，即个日本人记的即个例是做拼互别人，啊，做拼互别人，嘛敢若含袂输，敢若拼粪扫，啊，毋过拼粪扫只是家己无爱的物件嘛。啊，伊即个是讲做拼互别人，可能比凭迄个拼粪扫更较粗残啊哩，做拼互别人啊哩，以上。感谢马文吼，就是用即个分站厝来看，你会当搁较理解啦吼，一站一站延伸出去，你著学即个，你会搁较深入吼。就是一开始迄种有形的动作是拼出来，甲倾倒出来，到尾也是延伸出讲，我甲空间让出来吼，甚至是我拼出来迄个动作是甲物件。拼出去外口，但是我搁较延伸就是讲，我甲做啦、甲错误啦、甲所有的即个罪过吼，赖给别人吼，就是即种意思吼。我感觉安尼分站出去理解，真正是真足赞的，就是你会当搁较深入去理解一个字吼。啊，伫个即个台大书店，伊是无写甲安尼，但是内底咱拄则所讲的，其实内底拢有收着啦吼。第一个拄则讲的，即第一个拼出来；第2个吼扫除整理吼；第3个是讲卖掉吼，卖掉就咱拄则较无讲着吼，卖掉讲伊第句讲拼2倒厝，应该是即只伫遮应该是卖2倒厝出去吼，拼鸡丝头吼，甲鸡丝头卖出去，应该是安尼意思啦吼。安尼，搁有一个故事迄种诶。去菜市啥啊？伊无爱甲载出来货，搁载转去。就讲啊，即马拼货对啦，拢属互你啦。对，拼好对，对。当开始卖可能1斤80，啊卖1-2点钟了变1斤60。3点钟了可能变1斤50。啊，要挖豆的时阵，可能啊用算堆的。对。这就是
我哋拢栽出来，栽出来，咱个袂完啊！你个栽等于嘛，唔值你几钱啊，对无？啊，就规去好啦，拼会底啦，拢互你啦，拢互你啦，这就是安尼啊。所以，迄拼感真正无爱，有价值的呢，毋是拼喷数啊，毋是啊。啊，毋过就是拄则讲的，迄就是你清会底迄个概念啊，以上。这就是台语大词典第三、第四个意思。第三是就是 sell out 吼，拢卖掉。第四是拍卖商品是 on sale 吼，都拄则讲的讲拼好对啦，我 on sale 啦，大拍卖啦吼。伊第句是拼俗货、拼形技效，这是啥物意思？我都看过吼。拼好对拄则就是相款吼，拍卖商品吼。咱拄则马文或者是群华老师拢因言性意思无讲到这，但是这是嘛是言性意思，就是我甲物件穿空穿掉，但是这意思是伫咧买卖上我甲伊卖掉安尼。好，过来第五，伊是转嫁烂人吼，拄则有讲嘛吼，就是拄则讲迄个日本人，你迄个日本人叫啥名？你会当马文你佫讲者。春上加英，家己的家，国的英。这是东方台湾语词典第2版。英是对一个英？英国的英。哦，英吼，春上加英。OK， 好。伊拄则原型意思就是有即个转嫁烂人即个意思吼。咱来看伊。嘿，第五意思，台语大说是例句就讲规身规担拼互我吼。规身规担拢拼互我吼，拢专吼叫我背锅啦吼，大家讲咧背锅吼，就是即个意思吼。好，第六是拍拼吼，拍拼，即个拼本身就是即个拍拼嘛吼，较拼咧吼，例句讲较拼咧，意思较骨力咧吼，拼试验吼，拼路。套好拼来吼，拼试验是讲试试看吧，应该是安尼意思尔吼。拼路我就毋知咯，拼路是你赶路的意思哟。拼路。对，因即马即个拼，伊是同音字，但毋过若就即个教典或者是字词典，伊就用另外一个拼字。拄则你讲的拼是拼扫的拼，啊，即马是拍拼的拼。伊讲原来嘛是第三条，所以，伊是算同音字啦，啊，伊用的汉字是无共款啊。你讲汉字无共，第一个是用啥？拄则讲拼扫的拼，对无？哦，啊，即嘛是拍拼的拼。啊，你讲拼扫的拼甲拍汉字用无共是用倒两字？一个是拼扫的拼是平词的平嘛，跳手吧。拼的拼是，中文华语因是当做正体字甲异体字，毋过对台语来讲，对台语文来讲，迄两字拼是无共款的。就是讲，拍拼的拼边仔迄个拼是写日文便当迄个编字，吼，若另外一字是拼命的拼，毋过听讲拼命的拼，因为中文华语敢若讲爱读做叛命啦。我毋知影，就是迄个声部是敢若并且的并的另外一个写法，啊，若拍拼的拼，迄个声部是便当的迄个日本的便当的迄个编字安尼，所以两个汉字是无共的。啊，对中文华语因敢是拢家己读做拼命叛命，我嘛毋知影，所以对台语文来讲是分别的安尼以上。结果即个拼路，台语大词典用的即个例句拼路，我去查即个拼路即个词我查无，家己的例句例词啥家己无收，还是我谈着。中文倒是有即个拼字，伊是讲，就是伊用中文去解说嘛，啥物赶往哪里，还是冲出去、冲进来、冲回去、冲回来，反正就是你冲就对啊。所以伊记的是讲，听到消息，随拼转来。对啊，就是应该是 rush to somewhere 吧，我是安尼用，因为伊就是一个快速对啥物所在到啥物所在啊。
我嘛感觉即嘛去讲即个拍拼啦、拼路啦，即种拼哩，应该是爱分开啦，概念上用两个汉字来分开较好啦吼。因为后壁拢是即个意思吼，互相争斗，先拼先嘛，吼拼死搞一个天地，就是即个意思。啊，试看卖，搏看卖吼，赌看卖，叫做拼无贴药啊，拼搏吼。拼白好汤，拼白好汤。我感觉即个六七八即种哦，伊讲拼白好汤啥，要拼药啊就对啦。就是最后一条啊。哦，就是 OK， 就是上重的啦，对啦。嘛，啊，伊经拢无报啊，就只有拼白好汤啊，啊，若白好汤佫无效就好啦，等于等啊啦，拼无贴药啊吼，所以我感觉伊六七八吼，六七八是其实是分开啦，莫写踮写较好嘿嘿。嘿，意思无共，因你感受起来都无共啦吼。好，感谢马文吼，真好诶讨论，咱继续转来。我即嘛时间是几点啊？剩5分钟，咱继续吼，看会当读偌济算偌济。为什么会讲到即个拼？哦，该拼起来拄则讲，老大家甲志勤讲，叫伊甲红架顶的遐茶甲拼，该拼起来吼，拼起来。咱顶回讲过吼，咱惯势讲拼起来，咱其实袂安尼来读啦吼。即个咱来写诶时阵，其实搭迄个相连符，其实是会藏落去啦，袂像安尼写。我就讲，伊拢袂惯势安尼写，因拢所有一个巴结个半圣经拢是安尼写法，所以你看因惯势安尼写吼。啊，读诶时阵其实伊嘛是拢安尼读啦，伊嘛是拢讲拼起来，伊袂讲拼起来吼。咱台语，咱伫台湾，咱台语惯势，已经拢惯势安尼，动词客头前拼读完调，啊后壁就轻声吼。好，无定是这含下门音的差异啦吼，我毋知，我也毋捌去过下门啦，我毋知吼。你若有机会去，你再听看卖啊吼。好，过来，免得互地感得等吼。就是地感吼，伊即叫讲一个词叫做地感吼。好，因为即嘛我嘛毋捌听过即个词啦吼，但是当然看有啦吼。感就是仆人啦吼，但是地感是专门你做你拼茶，你防晒茶是毋是？我都毋知吼。我来查一下这个地感，第5条感，第2条。无。我咧猜想，敢是拜佛的时阵，伊边啊原啊嘛有菜两仙地干。哦，所以这地干毋是真正的人，是即个神父的边啊，这两个当然偶像伫遐啊，嘛是一个偶像伫遐啊，所以就是讲早暗爱清香，啊，搁爱有敬茶啊，啊，茶就是逐工爱换啊，逐工换，反正就是不管有迄个茶干无迄个茶干，就是逐工有新的茶嘛。啊，即摆老大家意思，敢若是讲，即摆经过一工啊嘛，啊来甲昨的茶换掉，换新的，较袂有茶干得等啊哩。老大家意思是安尼啊，啊，所以应该是，我是。敢若就文字看袂着，讲伊现场敢真正有，啊，毋过伊既然也有写，理论上有可能就是有啊。不管是采1尊、采2尊嘛，因为人过往的时阵，迄个bài位就会采一对，吼，金童玉女或者领导干。啊，我是由迄个领导干。联想个讲，伊讲的即个地感，敢是含迄个领导感相款的意思？因为领导感等于是正做妄者的使用者，啊，有啥物车价，就是叫迄个金童玉女去处理就对啊。啊，这个地感可能就是因为马祖婆，咱会感觉讲马祖婆伊是神啊，伊应该有较悬的地位，爱有人奉祀就对啊。啊，天地有地感。其他凡世饭也是啊，是毋是其他对的？这我毋知影，只是这么看，敢会是老大家在讲，爱甲迄个茶拼起来，毋免吼，较袂互迄个茶干同我咧等啊。我以为是安尼。
我拄则你是我一时也无想，我想这感谢马文吼，就是讲即个地干是防晒神的啦。我就是讲是防晒人的嘛，搁内底个厝内个请地干吼，毋是啊，是防晒神的啦，应该是防晒神的啦吼。防晒神的就是神不的五常边仔会插一对金童玉女吼，叫做领导干吼。领导干我是拄则听马文讲，我就知，我较早我嘛袂晓。倒头干吼，迄领导干伫梦境才会出现的，啊，最后就是用火甲化掉啊。哦，所以是一般是死人的即个，就是迄个死人的时阵，在拜迄个神位，死人的神位的时阵，拜位的时阵，在拜迄个倒头干吼。叫做领导干，嘿。啊，遮是可能在咧新界岛顶悬，专门咧帮马祖婆摕地，叫做地干啊。我会猜想啦。嘿啦，又是安尼啦，但是我印象中汉的人有人甲即个神道顶头去拜倒头干的，敢若总理丧钟的时阵，丧事的时阵才拜倒头干啦，所以怪怪啦吼。所以小说是1926年的故事。毋知啊，就是毋知讲是毋是去当阵。1896年，啊，敢会是因为100几年来的改革，还是安怎？这我毋知。我嘛是自细啊，除了课本阮阿公阮阿嬷因过往的时阵的菜，再画着其他。嘿啊。嘿。而且迄一般拢是纸去做嘛，纸糊的啦，嘿，一般袂是菜一些呢。纸扎人啊。嘿啊，纸扎人。啊，所以呢，我认为伫即只伊的意思可能是无形的啦，就是讲啊，你皇帝嘛吼啊，无形的，就是敢若讲无形中有一对地干，你服侍啦。想象讲有一个地干对啦，嘿，应该是安尼啦，因为我相信无人平常去神道顶拜即个领导干、倒头干的，我感觉无啥可能，嘿。好，所以这是看袂到的一对地干，哈，你嘛安尼讲啦，哈。好啦，这毋知这是咱要啦，哈，免伫互地干得等，至少咱即嘛看出讲这地干应该毋是人啦，哈，应该是神不的地干，哈。志勤笑笑讲，时间已经超过，我看嘛，志勤笑笑讲，安领，安领过来，哈，安领这是即嘛已经少汉咧听人安尼讲，哈。我较早敢若伫咧歌戏捌听到人。安尼你叫安领吼，伫迄个杨丽花歌戏内底捌听着吼，演员的名才叫袂出来吼，我有个印象，佫足深的讲安领吼，地干太着等吼，问因大家啦，讲为什么地干来等吼？地干太着等，好，咱后回再来看即个老大家安怎解说啦吼，因为吼。咱一般无信，就是非基督徒，就是咱一般民间信用内底，足侪物件是咱人家己想出来吼。迄种咱人家己想出来想会安怎啊？所以烧金纸啦吼，烧金点好，所有的一切其实拢是人想出来吼。人所设想出来讲安尼做安尼，啊，就足侪有诶讲起来是诚趣味啦吼。对，尤其是对西方人吼，因无即种。信用啊，也对来讲，而且我原来你有这种想法安尼。好，咱来后回再来看。感谢马文，今仔日就甲咱补充足侪吼。好，感谢老卡 Crystal 吼，真欢迎你啦吼。好，3年今仔日无机会互你读着，后回再来吼。安尼咱今仔读到遮吼，我关房。感谢。后摆再来，拜拜。多谢，再会。